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咱讲12月24，就是即天啦吼，立法院当咧进行着这个 Rectopmin 内底吼要进口，还是不进口9项行政命令以及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草案的这个大表决的这个部分啦吼。咱嘛看到讲吼，今仔日进程啦吼，12月23，咱看到中国国民党在立法院吼外口咧举行着反内底护士案这个收押这个活动期啦吼。不过因为这个本土案咧产生一例啦吼，所以有一寡这个活动拢取消。就会改做线顶的这个直播的这个方式啦吼。咱嘛来看讲吼，伫咧表决的这个时阵吼，其实这个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来讲吼，蔡英文总统建讲拢是讲吼，开放内底是国家整体利益吼，但是人民的健康才是国家的这个利益伫咧啦吼。中国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伊是讲啥？民进党心内吼，敢若一支骗吼，这个立法。这个立赢这立委吼，莫干那只有党意吼，爱心存民意。另外看到讲吼，立赢者是安怎回应吼？郭建明吼，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伊是安怎讲吼？内底法案假名啦吼，来表决吼，民进党立委一票拢袂当走吼，无就爱送中评会来讨论提名这资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亲像林淑芬委员也好，刘建国委员吼，拢是直接吼来做一寡这个弃权吼，无要做一寡表决啦吼。这个部分吼，咱讲吼元旦特别。进口吼，咱到底政府吼把关的动作到底做个安怎？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请节目顶4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民间反三肉精毒知联盟发言人李建成。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是咱老朋友啦吼，台大兽医科名誉教授罗秀水。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咱们邀请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四位，咱们邀请民进党基隆市议员张志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啊，先带观众朋友来看立法院的这个情形吼，到底表决的情形是安怎？先做来看。日是立法院议会会来审理内地行政命令，还有学校卫生法的相关法规。那日2度早起，甲级动员来议定攻防。民进党党团总调黄建明发出公要正面对决。经过几暗的酒酩静坐，国民党的立委看起来有淡薄忝。三个在野党是各一概强调反对内地的立场，会投反对票。老实讲，要用这个表决啊，挡下这个行政命令，要挡下莱猪进口。实在是不容易了哈，几乎等于是要奇迹出现。相关的机关并没有做好，这个开放莱猪之后的相关的这个配套跟它的准备，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告诉大家说，我们会投下反对票真正传出选区伫咧农业大关的3个民进党的立委可能会走票，民党选区的前嘉宾对这件代志是否认。上会民进党立委刘建国甲林淑芬会安怎投这票嘛，引起注意。所以你会顺着党派一时投票吗？我现在正在处理，所以等一下就知道了。勇于发言，勇于辩护，记名表决。只求对决。表决前进行广泛讨论，民进党立委黄国书表示，无需要透过修订学校的卫生法，是透过团膳业者来订契约，接到内地的几率是0，引起大卡那亚立委的抗议。哪个地方买得到？哪个地方吃得到？不要说校园吃不到了，我们社会可以吃到莱猪的几率也是0。早起11点，针对学校卫生法来进行投票。民进党立委林淑芬甲刘建国2个人是弃权无投票。媒体问讲，敢是因为地方的压力？刘建国甲他回应讲，一切拢老神在在。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讲到当然立法院啦吼，应该是代表这个民意的这个声音吼。但是咱讲吼，即阵吼执政党是一个大党伫咧吼。咱讲吼，即阵国民党嘛讲拼人数绝对拼袂赢吼，所以要拼这个公道这个部分吼。尤其咱讲民间其实嘛有一寡些的声音出现吼。咱首先来请教这个发言人啦吼，民间的声音吼，即回这个咱讲政府敢有真正听落去？阮为9月开始就开始办记者会，嘛参加公听会，上电视节目，为健康的部分、科学的部分、甲民主的听诉的部分。自治条例，佮有各个经贸的部分，阮拢提出足侪问题，提出足侪论述。我认为讲政府伫开放内底这件代志是徛袂掉的啦，伊徛袂掉理的。所以今仔日民意是安怎会有6成至7成来反对内底开放？其实大家是无放心的。虽然政府一直当心抗咧保证，但是大家拢知影这内底是有问题。所以今仔日立法院嘛是要做这个表决，我相信有来自足
大的压力伫个，来自总统府，还是行政院，还是党部的压力伫个。但是我是希望讲，民进党内底也是有一寡立委，伊会使搁有较早。因较早民进党迄种的精神甲理念伫的话，有即个良心的话，会当弃权，还是缺席，还是卖投票，是会当徛伫民意这边，啊，卖互即个三马精的猪肉开放入来，这是阮的希望。这个上大的这个希望吼，咱嘛看到讲吼，头拄仔咱讲到这个林淑芬委员也好啦吼，是劳建国委员吼，拢是这个弃权的票啦吼。但是咱个回过来后，若是讲用到这个科学的这个方式。罗教授进前就伫节目头顶讲过，这 Rectopamine 应该是无问题啦吼。啊，但是因为民间其实嘛有声音，也是讲在野党其实嘛有这个反对的这个声音啦吼。上大的问题，佫出伫倒位，教授？事实上吼，咱8年前咱竟然已经看到讲，迄阵国民党要通过即个叫做来猪甲即个叫做来牛的时候，是啊，原来有差不多这场面啦。OK， 啊，毋过经过即个安尼迄个进前吼。有开始咧做这个政策的宣传啦吼，马政府若袂歹哦，伊拢有叫啊，若请我去做这政策的宣传嘛吼，啊，毋过引起这个市地的人真正的反对吼。是。啊，事实上这个来猪吼，这Rectopamine这是剂量的问题啦。OK。这一定无问题啦。我若讲无问题，伊所定出来这个标准吼，就是讲伊有考虑到讲这个叫做啥物？即系有慢性病啦，即系囡仔啦，即系孕妇啦，吼，即系人嘅迄个安全嘛，所以一定嘅动物试验、人试验嘅标准了，伊佫差不多佫有100倍嘅迄个安全性出来嘛。所以呢，伊即摆人即个课程就定讲，一个人1公斤一日用去食一微克嘛，吼。啊，一用去食1微克，啊，就是讲60公斤的人用去食60微克嘛。啊，咱猪肉1公斤内底含有10微克，所以讲起来就是讲，你若是讲一个人一摆食6公斤的猪肉，啊，那也袂中毒，迄根本无可能中毒嘛。是。即摆这莱克多巴胺吼，这猪肉内底的问题吼，毋是食的问题啦，是完全就是迄个政治的问题啦。是。过去为何吼，为何这个国民党会通过这个来牛？吼，迄阵就是伫遐咧争取嘛。啊，迄阵我有写一篇文章，你知道？我伫这个叫做，伫这个叫做苹果日报。伫这苹果日报2012年的2月23是我写这篇文章嘛。我讲等这个世界这个叫做。Codex 若通过了吼，大家再过来谈嘛。OK， 啊，就煞要通过啊。就是2012年就通过啊。2012年的7月15通过啊，表决通过啊，无管伊是用啥物方法通过，啊，就通过啊。啊，所以这个标准定出来，事实讲迄阵将标准定出来了吼，啊，就马政府要表决这个来猪来牛吼，这会表决。其实迄阵民进党就无啥物反对啊。你是讲因为这个 Codex 标准，因为 Codex 通过了，民进党这立委当然伊也少嘛，啊，因就无办法反对啊，啊，就用表决来通过啊。啊，来猪呢，实在迄阵也是来猪会表决通过，你知道？啊，因为这个市地的吼，太抗争太厉害，对产业面的影响较大。你会对因也毋是讲这来猪。会影响到身体的关系。OK， 伊讲啊，你会对阮产业的迄个影响，所以你要甲阮台湾的这个市地做要互伊破产吼，所以因足抗争足激烈的。是啊，安尼结果呢，吼国民党若有听到这个民众的迄个市地的若真多啊，所以当阵猪才无互伊进口。对啊，才无互伊进口，啊，伊就来牛只，啊，来牛进口即嘛已经8年啊。8档啊啦。啊，你咱民间食来牛食3公斤呢，一人平均3公斤呢，啊食遐久呢，敢有人有啥问题？佮讲起来呢，全世界已经20年啊，10多亿个人咧食，哪有啥物问？无甲一件的事件讲，因为食这个莱克多巴胺出问题的代志嘛吼。所以我是认为讲，这个莱牛来猪的问题吼，
跟来牛共款啦，是绝对唔是食安的问题啦，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啦。教授讲吼，就这个科学标准吼，2012年当中就通过这个 Codex 的部分吼。过去民进党咧反啊，但是这个教授头拄嘛讲到吼，民进党迄当阵伫咧 Codex 定标准了后吼，就已经来讲啊，暂时会当来去通过吼。但是因为这个产业面的这问题，再来个开放着干那这个内牛这个部分吼，来伫迄当阵地龙抗议真济吼。继续咱请教这个议员吼，咱其实看到讲吼，哇，这个过去吼咧进口来牛的时阵，迄当阵国民党嘛是有修改着所谓的咱讲吼食品啊，这个卫生管理法的这部分的这个草案吼，咱等下好好看。先来请教议员吼，安怎个看这回啦吼？因为这个国民党实在是少数吼，伫立法院内底吼，在野党嘛是拢是普遍的这个少数吼，但是这个在野党的声音安怎个去呈现呢？咱应该安尼讲吼。任何一个政策要开放的时阵，拢爱问讲为什么要做？为什么要做？吼，尤其是这个政策吼，规台湾的社会声音遮济吼，市底的人嘛有声音，爸爸妈妈嘛有声音，遮的人有声音吼，莫干那讲国民党有声音。所以为什么要开放咧？本来好好啊，无开放嘛好好啊。美国嘛有抵来咱台湾啊，好的抵啊；加拿大嘛有抵来台湾嘛是好的抵啊。你要开放，一定是第一，你要换啥嘛？你要换啥嘛？第二，你是压力伤大遐。毋过吼，民进党也是讲直直讲，以前国民党安怎安怎，我要甲大家讲，8年前甲8年后吼，迄压力已经无共款啦。为什么要讲呢？连咱的部长家己拢讲吼，过去吼有6、7成来滴吼，毋过吼，即马美国嘛干那剩2成外尔。因为用这莱克多巴胺去饲猪仔的业者愈来愈少。为什么？因为主要的市场拢歪卖啊。大陆歪卖，欧洲歪卖啊，所以因美国人、美国业者为着要卖猪仔肉，伊就袂使用莱克多巴胺呐。所以即马敢若剩2成外业者利用尔。请问者，今咱若有7成外好的猪肉要买的时阵，为什么要去为迄2成外开放？咱即马嘛毋是讲无猪仔肉会使食啊。你若讲即马啊，台湾无猪仔肉会使食吼，不得已吼爱去开放吼，有猪仔就好吼。啊，这吼来猪咱嘛甲开放好啊，增加进口量。毋是安尼嘛，咱即马有好的猪仔肉会使进嘛吼，这是一个。你为什么要开放？你要换啥？第二个压力，我头拄就讲啊，即马甲8年前压力已经无共款啦。8年前美国所有的饲猪仔业者，可能6、7成大部分拢用莱克多巴胺，所以因饲遮济来煮出来，因都爱向美国政府压力讲，阮较济猪仔肉，你都爱甲阮销出去哦。美国政府当然嘛去叫日本买，叫韩国买，叫越南买，叫台湾买。即马伫美国。7成外拢是无用莱克多巴胺的猪仔呢，剩迄2成外迄少数尔呢。咱要去为这2成外开一个后尾门伫遐。对7成外好猪仔的猪仔肉业者，伊心里嘛是讲，你头壳戆戆，你台湾戆戆哟。我这好猪仔肉遮济伫遮，你不爱食，你要去开放迄。所以其实压力已经无8年前较大。讲实在，即马民进党政府也要讲国民党已经唔对，袂要紧，我支持你连迄来牛拢同齐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吼，讲吼科学吼，讲这无问题无问题吼，我无赞成这款讲法。都侪肺腺癌的人吼，伊嘛无法度去证明讲，我就是闻到迄火力发电厂，还是我就是去闻到迄机车的迄废气，还是我去闻到像的二手烟。因为是环境内底足侪歹物啊，伫你身体内底直直累积，到时阵你有慢性病的问题，你有癌症的可能。咱大家拢知影，所以咱所有的毒品专家拢包括林杰良拢甲咱讲吼，上好是尽量卖食迄款加工食品。你唔知遐的添加物伫你的身体累积到最后，你的肝脏。你的肝有法度代谢无？头拄讲 Codex 法典伫录影之前嘛有讲啊，为什么 Codex 敢若为4个部分有标准呀？这4个部分是啥物呢？猪肉甲猪仔油啊，搁有猪的肾脏肾，搁有肝，敢若这4个所在尔。肠仔哪会无标准？对无？肝嘞嘛无标准啊，猪肚嘛无标准啊。教授头拄讲过时间之前就讲因为外国人无食，所以啊。外国人哪会知影？咱连食拢会食的时阵，食的量拢入的时阵，搁1年、2年、3年、4年，为细汉食到老的时阵，有啥人有去做过安尼人体实验？讲20、30年，啥物猪仔内脏拢食的时阵搁含别项物件落去，拢伫身体内底，日积月累，真的对身体都没有产生负荷吗？
食糖嘛，毋是食一盖就会糖尿病啦。OK， 咱先请教授来回应啦吼，就是讲吼，这个 Codex 标准吼，这个猪油的这个部分吼，4项这个标准吼，但是咱讲台湾人吼，这个食猪肉的这个产量吼较济啦吼，还是讲吼食肉类的这个情形嘛真济。啊 ，Codex 敢有定到这个标准伫咧？伊无定啦，这主要可能咱会讲。拖遐侪年才通过，因为中国一个反对啦，中国甲欧盟一个反对啦。啊，因为欧盟这个国家吼，28个国家这，因足严的，因连抗生素都袂使投伫迄个饲料内底，抗菌剂若袂使，所有的添加剂拢袂用到饲料来饲猪啊。所以因所有的这猪肉内底拢爱。抗生素爱检查零啦，其他拢零，所以因哪有可能来接受这个莱克多巴胺呢？这是欧盟的迄个态度啦吼。啊，中国的态度伊是讲70%的迄个猪肉拢阮中国人食去。啊，你无定着这个或者肠啊啦，甲鱼部分食真济。啊，毋过安尼讲吼，安尼讲实在是歹势啦吼。因为整个国际迄个情形吼。就无得食这啦，啊！你讲你若中国人唔食，你就莫食嘛吼。所以因即摆也无迄落。啊，但是也有一点吼，你讲哦，咱这有言讲，啊，都为着安尼美国咱这一滴啊，迄个肉安尼要甲进来自迄个一输啊尔，这无毋对，一输啊尔，一年2万也无几亿。但是这是国际一个贸易迄个平等的关系。国际贸易吼，有一种的或者。非关税用的甲塔关，譬如说，咱有这个烤地液，咱袂用的甲青肉出口去日本，吼啊，咱烤地液若甲低调，但是咱还佫有低温，啊，咱低温若佫低调了，咱就会用的出去，这青肉就用出去日本，这款的叫做非关税迄个卡关啦吼，啊这莱克多巴胺唔是啊，伊拢经过国际这个食品发展委员会来迄个批准讲定出来讲有一个标准，啊，伊若伫标准以下，你应该都爱接受啊。这不是，毋是讲为着迄，咱为着迄输来要去甲进口，咱会用无爱进口啊。但是咱的人民，你来讲，我无爱食美国吧？吼，我用宣讲无爱食美国牛吧，我用无爱食美国的。交互市场来去。交互市场来迄落嘛。啊，你当然咱政府就安怎爱明示真清楚甲标示，即个。猪肉是美国的 ，OK， 这个猪肉、牛肉是美国的。干那这个产地啦吼，也是讲要标这个来猪来牛安尼无？这嘛是一种讨论吼。咱先来看讲这个立法院这公布吼，第101卷啦吼，其实这个50期差不多是2012年吼，就是咱讲吼来牛迄当阵要进口这个部分吼，咱看到迄当阵国民党这个修正动议的这个条文吼，伊讲国内外哈这个肉品甲其他这个相关的制品吼，除了依照中央主管机关吼，因为国人吼食食的这习惯哦，作为这个风险的评估以外吼啊。所定的这安全稳准标准以外吼，袂当验出到这个乙型的这个受体素啦吼。啊，咱等下嘛当搁看到讲吼，另外一张啦吼，就是这个部分，咱看到讲吼这个肉品的这个部分啦吼，若是讲有这个残留的这个部分吼，拢爱去做一寡吼条件这个筛选。另外吼附带这个决议嘛，带观众朋友来看啦吼，这个部分咱看到讲吼，考量到这个国人的食食的习惯吼，这个 Ractopamine 安全吼。稳准的量吼，以牛肉为限吼，无包含着这个猪肉甲这个咱讲猪甲牛的这个肉内这个部分吼。所以迄当阵2012年就即款这个食品卫生管理法第11条吼，头拄我嘛真欣赏这个尤委员吼，伊讲着，若是即阵这个标准，这个来牛迄当阵就爱来禁啦吼。所以这个部分我真欣赏，但是咱即阵佫讲着这个拿力啊吼，这个斗来斗去，尤其是执党在野党这个部分啦吼，咱讲这是一个历史的这个。强业啦吼，向执政吼，向在野，就安尼翻来翻去啦。议员你安怎看咧？要是讲啦，因为咱若讲起讲历史的强业的时阵吼，其实2002年迄当阵台湾加入 WTO 的时阵，应该这就是以在这个赢都已经进落去啊，已经进落啊。所以迄当阵就是迄当阵的政府都已经是答应讲。当然，这谈端盘的时期嘛是搁较早啦，吼，伊这90年代的时阵就开始谈判，啊，但是主要就是讲，台湾要加入 WTO 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条件，就是讲爱全面的开放，啊，当然这 WTO 这代志，我相信建成嘛，应该是抑阁有真有抑个印象抑阁真深啦，吼，啊，只是讲，所以这个代志，迄当阵已经差不多这个已经静落了后。
当然你无论是啥人做执政党，你都一定爱面对这个压力啦吼。所以但是咱就看到讲，好，确实有影美国已经唔是遐济的这个猪肉吼，内面有这来者。是。过来但是咱过来业者，咱嘛是政府嘛是出面协调，互9成业者拢无爱进口任何有来者的这个猪肉。OK。所以讲你会变做是1成内面的1成，1成内面的1、2成啦。是。安尼就变做是差不多5%啦，5%以内啦，差不多5%以内、5%以下的猪肉有这个问题啦。当然。我相信啦，都是你若准讲是要来到迄个自由的市场，或是有一般的消费者去落去选择的时阵，当然咱即马这个时阵，当然就是爱强调讲，咱本土的猪肉较好食，本土的猪肉安怎。当然我相信啦，咱即马是有小可碰风啦，就是讲咱的猪肉甲美国的猪肉真正。有遐尔无共，我想啦，真正毋是讲每一个人食饭拢遐敏感啦。吼，食肉都我这食臭臭味真重啦，这台湾的猪肉较芳。我相信一定是有人食会出来，但是嘛有人食袂出来啦。是，我认为啦，咱即马伫面对这个表决吼，这个猪肉进口的这压力的时阵，咱不如吼是来去讨论讲，咱要安怎去将咱本土的猪肉的品质给提升 ？OK， 我认为这是较有建设性的讨论啦。是，咱本土的猪肉，敢虽然是品质是真好无毋对，但是是毋是敢有进步的空间？我认为还佫真侪啦。包括阮的规个产销的方面啦，还是讲运输的方面吼，咱规个拢。为饲猪开始，伫迄个饲猪的所在啦，卫生啦，伊的迄个各方面的这个标准啦，我认为拢有进步，还佫有真济会当改进、会当落去出力的空间。是不如咱将咱的这个气力放伫个遮，来将咱因为无论安怎啦，若准讲即马这个标准若过吼，咱即马会当标示的上重要就是国家，就是产地。OK。若准讲是产地来讲，咱就是国产的猪肉加进口的猪肉，咱就有一个正差出来，一翻两瞪眼的状况嘛。当然，咱的猪肉若是咱的品质，若是会当互国人大家拢有一个信任伫的，大家知影讲好，即马咱的莫讲别项啦，就是猪肉国家队啦。吼，你若是有一个做一个这个时阵，好，所有消费者大家知影对本土的猪肉，迄个信心是真悬的时阵。当然，你要安怎操作，大家拢袂去买到这个进口的猪肉嘛。是。但是因为咱台湾毕竟是一个贸易的国家，咱的经济有真济的咱毋是干那买一个猪肉、一个牛肉尔，咱有真济的物爱买有吧？是。尤其是即马这全世界的这个供应链规个伫订租啦，订租的时，伫这个时阵，当然。咱佫要爱卖较济物啊，互别人。咱佫爱希望会当有佫较好的工课，佫较好的订单的时阵，当然咱受到这个来自美国的这款的压力，这是一定的嘛。OK， 这个美国的压力吼，一定是有啦吼。其实2012年，这个国民党执政的时阵嘛有，即阵2020年啦吼，这个民进党嘛有啦吼。所以伫咧这个贸易空间，其实头拄啊，这个议员嘛讲着吼，迄当阵进来吼 ，WTO 吼，这个音啦吼，这个吼，即阵吼看到个吼，要来安怎去运用啦吼。其实咱嘛讲着来伫吼，伫咧立法院表决吼，这个8月案可能会处理到这个3期半暝去啦吼。立法院就是今仔日吼开着这个院会啦吼，咱讲着要处理9项的这个行政命令吼，包括这个动物用药的这个残留的这个标准，还是讲学校卫生法的这个修正草案吼，佫有这个附挂这个决议吼，差不多129案吼。另外咧，咱看到讲吼，张本地吼要做这个反来猪最后的这个暗顿啦吼，但是因为这个武汉肺炎吼，所以来取消，只保留立委底下吼欠的吼来静坐啦吼。另外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主席伊讲吼，表决毋是上尾的战场吼，每年公投选票来决定要食什么猪肉啦吼。民进党这个总调解员郭建明吼，中国国民党到底是咧扮什么戏啦吼？政治信奉的强对尔吼，但是咱看的是这个压力伫咧这个部分吼。民间的这个声音，如果爱澄清一解啦，头拄这个议员其实嘛讲到 WTO， 咱爱做着一寡这个贸易的这个交换啦吼，可以
这个内底可能嘛是即阵接种到一定会通过啦吼，咱搁要注意啥物无？其实今仔日通过应该是一定是会安尼啊啦。啊，为明年开始就会内底开放。我是想讲，因为拄则有伫讲8年前甲8年后。OK。咱8年前所做的代志，8年后咱应该是爱较进步啊，毋是搁退步，搁退步等于。所以拄则有讲到，包含到一寡猪仔专题开放，一寡。来种的标准，这拢是国际拢是无定定的啊。但是咱台湾这届是大退步，退到比差不多世界上后尾一名。所以足侪国家因是无进这个，无食来种，无食北来，无食嘿。所以咱竟然这届拢甲开放，所以啊，这是若甲其他国家比起来吼，这是做见效的啦吼。啊，所以另外佫有讲到迄个牛甲猪的部分啦，嘿。啊，较早马英九执政的时阵，阮上界反对的就是啥物？就是产地标示。就是因为你敢若标示产地是无法度互大家分辨讲，这是到底有用莱克多巴胺还是无？啊，所以这较早阮就抗议足济啊！啊，今仔日民进党咧执政嘛是共款做这个产地标示呢。因即阵的讲法就是讲啊，过去这个全世界一致的标准，都无人咧标这个有来者也无来者。啊，这嘛是一个借口，这嘛是一个借口，因为咱看基改食品嘛，基改食品，咱伫食黄豆的时阵，拢有看到这是非基因改造还是基因改造，这嘛无受到什么 WTO 的挑战啊，这嘛无违反什么迄个国际的标准啊，啊，甚至讲咱国内是袂使用三马精的，依照迄个即种规定的话，进口入来当然嘛袂使使用，这嘛是合理的啊。OK， 对，袂来讲咱国内禁用啊，外国买入来煞会使使用，这嘛是唔对的，所以。政府伫遮拢无做好的所在，会互大家有一个足大的无放心的所在。所以明年开放，不管是营养午餐还是外口外食的这个食的物件，大家都会产生足大的疑虑安尼。啊，所以这就对咱用地产业嘛会造成影响啊，因为这。甚至连农委会伫推这个冷链的迄个提升设备，这嘛是甲咱的温体猪肉变成是冷冻的猪肉，所以就无市场去啊。这甲进口猪肉会混做伙，所以咱以后会更较歹去分辨讲到底什么是国产猪肉，什么是进口猪肉。啊，所以伫安尼一个政策的混乱的。情形之下，我感觉明年会更较乱，会更较乱啦吼。咱讲吼，即阵咧杀讲冷链这个系统吼，大家莫搁食这个温体肉啦吼。啊，教授你安怎看咧？就是讲安尼真正会乱去吗？袂啦，这个变成安尼的烦恼是毋免啦吼。你讲8年前甲8年后，这本来就8年前以前都爱入来的代志嘛，是甲应该即马。8年后才甲要甲进入来吼，啊，这个进入是真合理啦。咱拄仔迄个张议员讲咱加入这 WTO 嘛，这个就是无一个迄个公平性嘛。因美国即摆国际局势无共嘛，所以咱即摆人美国为着要讲，啊，你着无益着无公平嘛，你哪会使禁我的迄个猪肉讲有含莱克多巴胺，袂使嘛，因为这无食品的迄个食安的问题嘛。啊，你讲标示，你较早马政府通过了，若是有标讲啊，这美国牛这啥物货啊，有啊，共款啊。啊，你即摆若讲猪肉，你讲这是美国的猪肉，啊，美国猪肉你就去选择讲我不爱食美国猪肉，安尼就用的嘛。无全世界无人讲这个猪肉内底。伊含有迄个抗生素，还是有迄个抗菌剂，有偌济，啊有莱克多巴胺，无人安尼标示啦。刚才即摆标示讲有讲，这个是有机的，这个是一般安尼尔啦。所以你讲要标示产地，就已经有够啊。所以国民党即摆要求讲，你就一定要标示啊，这个猪肉有莱克多巴胺，安尼，根本就真麻烦真。无你的要求嘛，吼，啊，无安尼，世界无安尼做啦。但是你若讲即款的饮料内底有啥物？吼，有防腐剂，有啥物货，你就爱写。啊，防腐剂是大家人在食呢，迄比莱克多巴胺佫较严重的代志呢。哦，啊，迄就爱标示，因为迄啉的就无共款。
啊，这肉青肉你哪有可能的代志？所以我认为这个这摆通过这原来是袂使讲大部分的民意拢迄落啊，拢反对，无这个代志啦。你立法院就是咱民众选出来这代议士啦，伊认为讲这政策应来甲表决通过。就是代表民意啊嘛，你咱的民意即摆讲像讲游盈隆去调查，讲有70%的人反对这个莱猪进口，你看伊安怎问啊？伊的问题安怎问啊？你若讲你要食莱猪无？你安尼问法，啊，讲莱猪有毒，啊，你要互伊进口无？那安尼我连我若袂讲要同意要进口，迄是一种的问卷的迄个设计问题嘛。所以啊，你明年讲好，你讲8月国民党要公道，迄若是甲即个合作设计迄个问卷有真大关系啦。咱看啦，即摆若通过了吼，我希望讲大家百姓吼，即个代志，就应该就爱来平息去啊啦吼，啊为着咱的国家，咱的防疫较重要，莫互即个武汉肺炎的转来，啊大家都遵守，安尼较重要。规个国家的发展，开都毋通为着这一项细啊，这是讲真，伫咱国家真细代志。安尼专遐济迄落政党，安尼为着这安尼都要在抗争、在斗争，实在是无必要。OK， 若是讲吼，真正吼，一定吼，可能会过啊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若是讲这个措施吼，安怎去标示也好，安怎去做一寡吼，这个消费者较安心的这个措施吼，真正是有必要。所以咱现在看到讲，针对消费者，还是讲加工厂，还是讲这个业者吼。强制标示产地吼，自包装食品啊，还是讲散装的这个食品啊，还是讲直接要食的这个场所吼，拢爱清楚来标示讲这个猪肉，还是讲伊加工的这个产地伫咧倒位啦吼。所以加强辅导是啥？加强品这个制造业。市场也好美食街拢有一寡这个辅导的这个计划伫咧吼。另外其他甲抽验吼，咱讲宣导着业者都爱自主管理啦强调咱讲这个原料溯源甲这个检验定 Ractopamine 这个安全的稳准量依照 Codex 咱讲2012年当中通过这个部分咱国际电话制度伊安全的这个稳准量另外学校的这营养午餐应该拢爱全面改用国产猪啦2021年1月初开始全国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拢爱有这个3种1Q 的这个国产猪肉的这个标注啦咱讲 CAS 这个有机农产品的这个标章 ，CAS 台湾优良农产品标章，甲这个产销履历啦农产品标章，甲这个咱讲 QR。会当去做一寡这个追溯的这个部分继续咱嘛讨论着讲尤其大家咧烦恼就是讲营养午餐。学校的营养午餐安怎去把关其实国民党这回嘛做一寡这个修正这个部分其实应该算起来袂歹但是咱讲过去的这个学校的卫生法内底就讲建议来使用这个国产的这个食材啦但是本地要改过是讲限定讲遮有3肉精，还是讲内底这猪肉袂当进入学校，但是这个表决嘛是无通过，先做来看。校长一向开始较饭菜，学生伫午餐时间大喙食，也毋过因为美国来猪明年特别进口，中央发函予各中小学，要求营养午餐一律使用国产肉。11月也修订原本的相关规定，全面使用国产肉之外，强调若讲有滥也是假造，将会不实，相当会当终止契约。换约的这个过程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全国3368校。将近180万学童的用餐可以用到余力都用到全国优良的我们国产的优良的肉品。教育部也伫校园实在登录平台，申请原料原产地的暖会，要求全国各中小学的厨房甲团膳较实写，包括肉类、卵、加工再制品的肉品原料来源，掌握实在源头。也毋过，真正有业者烦恼使用国产肉品，恐加增加成本。对此，政府采用补助措施，有去增加它的补助的一个金额由原本的3.5的奖励金提升到6元的奖励金，是这部分去让我们在业者使用国产食材，其实更加有资源可以去使用。原来教育部甲农委会合作，自110年开始，到当年20亿的经费推动学校使用国产食材，也保证予所有的小朋友伫校园食到的猪肉绝对拢是国产猪，确保学童会当食得健康。记者综合报道。
除了学生囡仔这个食食这部分哦，咱真正爱顾好矫正啦吼。尤其咱看到讲吼，其实有专门要求这猪肉内底吼，零检出的这个管区吼，其实有6都14个管区啦吼。咱看到6都以外，还有宜兰啊、花莲啊、台东啊、新竹、吼苗栗、南投等等这个管区啦吼。啊，台北市吼，这个超商卖场吼，爱设这个吼无限内底专区啦吼。新北市讲爱进口这猪肉业吼，拢需要自主上验吼，明确表示无限内底。校园社会福利机构甲这个病院护理之家拢全面禁用内底啦吼。啊，依照中央的这标准吼，新北市讲卫生这个部分啊吼，是讲爱着依照新北市食品安全卫生管理自治条例啦吼，甲中央标准是一致的。啊，买手会顺着全国的这个标准。啊，机会也袂处理吼，这家人市啦吼。这个市长林佑昌吼，伊才讲内牛已经进口真侪年，内底若是伫这个温准量以内吼，使用性都有必要性还是可行性啦吼。咱继续请教尤议员吼，台北市的这个状况是安怎？当然台北市吼为2016年吼就开始有这个法律啊吼，唔是讲即届民进党开放较有的哦吼，是4年前，而且迄时阵吼卫福部的部长已经是副部长就是陈时中啊，迄阵即个法律已经台北市定好了，已经送去中央啊嘛备查发布啊吼，所以台北市的立场无变，唔是讲超工我即摆吼要甲你做对吼，超工来修改即个法律，唔是，阮本来台北市就有猪肉零检出这个条例了吼。不过咱来讲地方吼，即希望讲吼，政府就算你开放，为着你什么国家压力啦、贸易贸易啦、什么谈判吼，你就算你开放吼，你上少你爱尊重各地、各县市的地方的家己的法律甲标准吧。哦，阮其实是甲你做第2届的把关的，对无？咱地方县市，逐个地方县市有家己的规定吼，咱是爱尊重地方县市的，因为咱有民意的无共款嘛。不过即摆中央把甲讲无，连你拢袂使无共款，你拢爱甲我共款。我感觉这就伤超过啊！吼，咱伫遮讲这莱克多巴胺的问题，第一，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吼；第二，这可能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咱莫拢甲想过政治的问题。啊，不过咱伫遮讲爱讲实在话，莫讲迄似是而非的话，让国门人听不懂哈。大家头拄直直讲一个问题，叫 WTO 哈。我拜托诶，吼，莫凊彩就甲 WTO 这3个字来讲。WTO 上重要的精神是啥物？2个字尔尔，公平。公平是啥物意思？我今仔日袂使下一个国家来卖内底，其他我拢袂下你卖，安尼袂使。嘛袂使讲我家己咧卖内底，啊我袂下别人进口，安尼嘛袂使。今仔台湾家己是袂使用莱克多巴胺的呢。今仔咱毋是讲。干那歪下美国啊，其他国家内底要来，咱拢讲好，我就是讨厌你美国吼，我要甲你卡喺门口，这就是无公平。公平是啥？逐项大家，我遮台湾就是无种。加入 WTO 毋是讲大家要欢喜来卖啥就卖啥呢？啊，你若讲大麻伫荷兰是合法的呢？啊，也要卖来敢袂使？当嘛袂使啊！咱是2002年就加入 WTO 安尼。啊，咱到即马20年拢无去进内底着，啊，你甲我讲，哦，这有违反 WTO， 安尼美国早就去甲咱告啊，敢毋是安尼呢？像咱芭乐要卖去美国，咱芭乐有啥物问题？咱芭乐无问题啊，伊敢若讲，哦，台湾吼有果蝇啦，吼，所以吼芭乐10年拢袂下咱卖去美国，芭乐哦，吼。水果有果蝇，啊，伊讲10年我还卖去美国，好，啊，咱就爱去发明什么低温杀虫，爱甲这个问题解决掉。好，下咱来芭乐感觉讲符合美国的规定了，咱就使卖去美国，这是合理的嘛？吼，大家国家有家己的卫生标准嘛？吼，你要卖来我遮，你就爱遵守我的标准啊。我感觉你的芭乐可能有果蝇，果蝇来阮遮会冲击到咱遮的咱美国的植物，啊，甲是芭乐，阮会惊，所以你一定爱甲这杀虫的工课要做了好，啊符合阮美国的标准，你才会使来。这是日本嘛是安尼啊，日本咱要卖啥物去日本，因的标准嘛足严的啊，吼，你爱符合我所有的标准了，我搁要派人来台湾查，吼，看你的工厂，看你的迄农园是毋是按照我的标准去做，会使了好，你会使卖来日本，这毋敢是合理的，大家拢是 WTO 内底啊。今仔美国猪要卖来台湾 OK 啊，你只要卖有莱克多巴胺，你拢会使来啊。过去嘛是安尼啊，咱2002年就入去 WTO 安尼，到即马18年啊，你甲我讲哦，这违反 WTO， 我是毋相信啦。第二，到底讲贸易协定要交完啥？即马人美国敢有讲要甲你谈贸易协定？无嘛，咱甲你
单方面的开放，单方面的把物件送出去，迄时阵要送啊川普的，对无？大家都嘛知影川普的支持者是农业官，所以农业州，所以足在意这。毋过人拜登就毋是啊，拜登的选票拢是都会区啊，对无？即摆人拜登佫讲，阮家己美国内底的问题无解决之前，阮袂甲你讲，袂甲其他的国家签迄贸易的协定。OK。所以我要就问诶，咱换着啥？无你嘛好歹甲阮讲，咱会使换啥嘛？之前讲会使换着国际地位，国际地位是换着啥？人欧洲敢无国际地位？欧洲这些国家敢无国际地位？中国大陆敢无国际地位？一定爱去食内底，才会使换着国际地位。这讲出去真正会互笑啦。OK， 咱继续咱请那个志豪议员来回应啦吼，就是讲吼，这个过去，你头先嘛讲到这个 WTO 啦吼，咱讲2012年迄当阵吼，这个开放内牛，本地是连内底都要开放的，然后迄当阵因的压力是啥？恁即阵的压力是啥物？恁到底要换啥？这毋是要换啥的问题啦。咱还头拄啊，咱由议员所讲的吼，就是对台湾的国际地位，我相信应该是只要是台湾人，应该拢知影台湾国际地位是。真正有小可不足 ，OK， 是毋是？安尼讲较谦虚啦吼，有小可不足啦。联合国嘛无咱的位啦，含即边即马抑个即马肺炎的疫情遐尼严重的时阵，咱含 WHO 嘛无法度去开会，这是毋是国际地位的真欠缺？应该是不离啊有。所以讲当然，咱毋是讲要用这去换迄，毋是安尼啦。只是讲。咱倒转来讲啦吼，就是讲咱各县市嘛有定这标准，也是迄落即马当然你内底当然是一定是有人有小可有对有这个疑虑伫的。OK。但是我歹势，因为我要补充一下，我拄讲的讲，有9成业者已经无要进口。那像讲像头拄啊议员所讲的，有7成的美国的猪。老实讲嘛，无来坐伫内面。安尼我头拄啊算着去啊，其实应该是0.3%，0.3%啦。伫个市面上，那总讲真正开放是0.3%以下，这个猪肉有可能有来坐。真正少只是安尼尔。因为你看，那总讲9成的业者都无要进口啊，这就是9成。是。过来有干那3成的美国猪肉内面有来坐，就安尼你就是。10%乘以这个30%。OK， 所以变做是0.3%以下的猪肉，市面上伫咧走，伫咧流通的啦。但是当然，他都要讲到种各县市的这定标准啦。我认为啦，老实讲，真正要紧的，要讲毋是这，真正要紧其实是执行的方面。OK， 就准讲一个县，比如讲。一个县市，伊即马定一个标准，讲我零检出好啊，你讲零检出，你要来确定你真正零检出，当然是咧查验嘛，你要有执行，你要有人去把关，但是老实讲哦，你讲一般咱菜市仔内面买会到的猪肉吼，我认为要个顶到较好查哦，是，但是你若是准讲是加工品，我認為當然上要緊就是加工品，因為你加工品你食灌腸又好啦，肉酥又好啦，老實講你這早就已經經過加工真濟遍啦，所以講你頂到較無法度去查講伊這到底是啥，而且咱一般咧賣肉酥肉腐的這個店內面都家己咧炒，家己咧烘，所以因迄嘛算是一種。法律上較灰色地帶的一個工廠啦，吼，因受到政府相關的這個，甚至種檢驗也好，這個規矩也好，吼，嘛是一個灰色地帶啦。伊咱當然是鼓勵一般的中小業者，家己去創業或去創啥，所以講這方面頂多是咱長行之有年啊，長期以來，大家對這種的工廠，攏差不多無講真正有真嚴格嚟把關。所以我認為，你就講到這個時陣，頂多是這要愛把關的，較要緊。但是問題就來啊，各縣市的迄個相關的這個局處內面，你到底有偌濟人員？你愛去檢驗偌濟的這個業者？是，這確實有影無好做。但是就是因為安尼，你若準講是咱若要討論，要按這個對來做的這個把關，我認為當然是你是加強阮的基層的基層的這個執行的人員吼，加強咱對一般的咱所謂這食品的業者
相关无论是上游也好，迄个介消费者这个第一线的市场上面，老实讲，这咱要去建立一个更较好的机制，我认为这较有建设性啦。OK， 就是讲吼，过可能一定会过啊。咱即阵要开斋，可能是讲，则可能看袂到这所在，亲像头拄啊所讲的，这个卖肉酥的、卖肉虎的，然后加工食品食啦吼，尤其咱讲吼，真济这个无论这个家口内底，拢是咧卖即款的物件，甲你炒吼。继续先搁请教罗教授。若讲各县市吼要规定讲哦，都爱用本土的猪肉吼，实在讲我无啥反对啦，因为安就互咱本土的迄个猪肉。有影稳体的猪肉较好食。若讲为着吼，讲惊这个小学、这个小学的啦，这个中学的啦吼，因午餐内底有含有这个莱克多巴胺吼，会对身体影响吼，这实在是无必要啦。哦，咱台湾人一工大人平均啦，食100公克的猪肉。OK， 吼，若伫迄个囡仔内底吼，我看到伊个建议的迄个营养吼，差不多食50公克啦。OK， 应该是伫30公克以下。一个囡仔食50公克的迄个猪肉吼，中间是怎5%才是进口的迄个来猪尔，所以食5公克的迄个美国的猪肉尔嘛。无然伊即摆嘛真烦恼，所以拢甲讲吼，优先使用这个国产的这个食材啦。无，安尼真好吼，互伊选择。但是若讲为着这个安全的问题吼，迄是多余的啦吼。OK， 因为我拄仔讲吼，一个学生囡仔在中学啊是，我记因食迄营养午餐哦，差不多食着5公克的美国猪肉有可能尔啦。你是讲照这个比例来算，照这比例来讲啊，迄个莱克多巴胺都无0.01的，所以唔是安全的问题啦。这点咱讲互大家，迄个咱的观众大家听嘛。实在讲，咱这囡仔，这中学、小学要食。这个叫做美国的猪肉也好啦，美国牛肉也好啦。事实上吼，时常吼，来为着这个莱克多巴胺，迄是唔免烦恼啦吼。要强调用咱国产的，我是无反对。OK， 是啦吼，咱讲这个学校，这个学生卫生法内底吼，已经咱讲定甲真清楚啦吼，就是讲即阵吼是维持着。用着咱国产的这个食材吼，本地这国民党这个草案是讲吼，禁止讲吼内济就比较校园啦吼，即阵维持原来版本，你安怎看咧？我先讲吼，今仔日即个民意吼是一个真实的民意啦，毋是讲是一个政治的操作，因为今仔看到民进党的委员是安怎会投票投到遮艰苦，投到拢毋敢讲出来，安尼一定爱祭出党纪，表示讲民意是真正反对的。那民意是赞成的，我相信今仔日每一个立委拢会足欢欢喜喜去投票，袂甲遮艰苦。但是佫讲转来，就是为虾米爱用三肉精？因为伊就是有利益伫的。今仔日用三肉精，毋是讲互你食了身体健康，互你食了迄个佫较好。伊是为着遮的迄个饲的人的利益。为着利益，就是做生理人因所在意的所在嘛。所以伫即个利益的部分，咱若是无用法律去甲禁止的话，将来嘛是会出一个足大的问题。你讲禁止的部分是伫国内还是国外？伫咱国内就是进口即个三肉精的部分，因为赖教授一定嘛知影，咱较早国内是有开放使用三肉精的，后来是我拢毋捌使用过。有偷用过，是安怎？有偷用过啦。是安怎？后来甲禁止，一开始罚钱嘛无效呢，罚钱嘛无效，是后来佫加刑责落去，才甲灭绝掉。咱国内才无人去用这个物件。所以这些就是法律爱发挥的所在。咱今仔日讲三肉精有安全的疑虑无？这其实。科学上有无共款的讲法嘛？有人感觉讲，这可能有问题，嘛有人可能讲感觉这做安全无问题。但是我问大家一个消费者，大家做一个大家要食猪肉啦，今仔若有一个医生啦，譬如讲主持人，你今仔若是要去开刀，有一个医生讲，你这可能有危险哦。另外一个医生甲你讲，这无危险啦，这做安全。我问你，你会搁考虑一下无？你会讲，我搁想一下，我到底要开刀无？安尼所以今仔日就是变做讲政府就是讲，唔管安那，就是要甲你送你去开刀房，安尼叫你爱开刀安尼。所以讲这个安全的疑虑伫的时阵是安怎？欧盟因就是用预防的原则，感觉讲我无法度确定这是安全的，我嘛袂当讲伊一定是无安全的。但是因为这是咱逐工要食的物件，所以咱就先卖甲开放，卖甲。
互伊入来，所以爱甲禁止咧。这就是咱伫咱的食安法第4条嘛，是有这个原则的，就是爱预防做一个把关的所在。所以我感觉讲，伫这个所在，咱政府是较做了无够的。较做了无够了吼，所以咱嘛继续来看讲吼，其实这个民进党，也是讲吼，这个国民党吼，也是讲其他这个在野党吼，伫立法院今日嘛是去做一款这个表决啦吼。啊，面对着讲吼，立法院伫咧吼民进党强势护航了后啦吼，安怎起来各党团的这个回应是啥物？咱看到讲吼，民进党立法院的这个党团书记长吼曾水雄，伊是安尼讲啦吼，伊讲国民党过去讲抗议甲这个吼。基站吼，也是讲基调吼，有甲真悬啦吼，所以咱讲内底的话题吼，应该到这结束的吼。把关食安的这个危机，也是讲化解老百姓的这个疑虑，才是重点。另外，中国国民党这个立法院党团总调集林维洲伊安尼讲吼，增加着讲啊会号啊甲源头的这个管理吼，表示讲内这占流量啦吼，啊开放进前甲美国去查抢啦吼，还是讲北来卖进口，民进党拢无同意啦吼。啊，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集人赖香伶伊安尼讲。差不多70%民众拢反对内地的这进口，民进党用民意来投票，唔是用党意来投票啦吼。啊，时代力量立法院的这个党团总调集人邱显智讲吼，反对开放内地啦吼，提出着学校卫生法部分这个条文的修正草案吼，呼吁讲啊，输入国产肉品应该明文入法吼，唔是干那透过教育部吼限制的这个契约吼，继续搁请教邮机关啦吼。所以咱看到其实伫遮精彩的这个部分吼，你头拄有讲到这个内牛，若是当阵禁就好啊，干嘛呢？毋是，我是讲即马要禁拢会使禁。拢会使禁。为什么？因为即马美国其实无较在乎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跟牛肉，因为剩两啥话尔。AIT 其实为头较尾，甲上尾啊，甲讲遐话尔。伊无直直出来辩论哦。美国的农业部、美国的卫生部嘛无直直讲，啊，阮这拢无问题，恁一定爱买无？其实拢是台湾家己咧吵尔。其实咱头到1点钟的讨论吼，甲即马吼，不管是志豪议员吼，还是教授，嘛是无甲咱讲吼，咱到底要换着啥？因为这个问题吼，伫台湾的争议遮大着，民众心则里不安着。咱也毋是无猪肉好食，咱嘛毋是无猪肉好买。咱即马特别去开放这个内地，到底是要换着啥嘛？你嘛爱甲我讲一下，大家安尼。keep up 啊，上尾你甲我讲，咱会使换着即个好物啊，咱会使去想讲，我要换这，好啦，我才忍一下。国际地位换着，咱去买美国的内地，咱敢袂使就去 WHO， 咱敢袂使去联合国，嘛是无可能啊。咱买内地，美国敢要跟咱签贸易的协定，嘛是无啊。即马拜登甲即马嘛无甲咱肯定一下，讲啊，你这内地我嘛是介意你这个政策。嘛是无啊！美国换即摆新总统是拜登呢，吼，这是第一。第二个是咱看卖美国，人美国咧进步，台湾咧咧退步。为什么安尼讲咧？美国一开始有莱克多巴胺着，到尾啊，美国的动保团体伊家己嘛发现讲，哦，足侪猪啊，吼，食了莱克多巴胺了有副作用。动保团体甲这资料收集了，下美国农业部，我想这赖教授应该拢知影，下美国农业部。美国农业部吼，搁写公文哈，美国的 CDC 讲，这你当初核准这个药啊，吼，你敢知影有这个问题？美国的 CDC 搁写一张批哈，这个药厂吼，这个药的药厂讲吼，你迄时阵后的资料哪会无讲这个问题？要求讲这个药厂吼，爱伫药啊顶头，这产品顶头吼，搭一个标示警语哦，都大地哦，吼，迄我有看过哦，顶头写啥物？囡仔心血管疾病的人吼，拢袂使吸着吼。第二，你也有要操作的人，要揽这个药啊来去治疗的人吼，你爱安怎？你爱规身躯穿防护衣，你爱挂手套，你爱挂护目镜，你爱戴口罩。就问一下，这莱克多巴胺的药啊是偌恐怖哈？好，这甲咱的负压病房，迄要去治疗新冠肺炎，遐医生的配备是共款的呢。所以我真正尊重吼，咱讲迄这个邮局员吼，讲内牛啊是内地吼做伙禁这个部分吼。啊，上尾咱看到讲吼，因为即只吼可能真正要通过啦吼，所以咱讲这个标章也是讲吼实际落实这个部分，咱吼国产猪肉家己去支持这部分吼。所以有台湾猪的这个标章也是讲台湾猪的这个大纸啦吼。所以来讲台湾猪的这个标章向农委会来申请啦。啊，有的是网络家己这个登录吼。所以咱嘛讲吼，即阵标示乱糟糟啦吼，各县市拢有各县市家己推出来这个部分吼。机关你上班怎看咧？他拄仔就是安尼讲嘛，就是讲，老实讲，咱面对竞争的时阵，上要紧的是加强咱家己产业的竞争力。提升吼。所以讲，咱产业爱透过趁这个机会，啊，将咱规个所有的责任啊，所有把关的所有相关的产业的
尤其是咱家己国内肉片是那个市场啦，这个标准，甲伊做甲搁较标准，做甲搁较好。啊，当然我嘛同意啦，咱是爱愈简单愈好。OK， 啊，互咱的业者，而且甲消费者对咱过来的猪肉拢爱搁较有信心。哦，这才是咱克服咱规个这个来自国际的竞争。唯一的方法啦，是啦吼，提升的能力吼，咱讲吼，就是家己健全啊好势啦吼。那么看到讲吼，其实台湾猪的这个标章啦吼，咱讲吼，即阵有这个款的，啊，即阵有即款的啦吼，所以伫网络顶也是讲吼，各县市拢各自为定吼。什么时阵到这个统一这个部分吼，咱嘛期待啦吼。啊，另外就是讲吼，这个学校的这个卫生的这个部分，目前是吼，咱讲吼，鼓励使用这个国产猪肉这个部分啦吼。啊，咱嘛讲到。明年元旦就要来开始啊，但是这个国民党则嘛讲吼，要透过这个公投的这个方式，3月28要拼这个29万的这个人数，然后8月28吼，可能会当来成案来去做一寡这个公投吼，来去决定讲到底吼人民要食啥物啦吼。啊，其实咱嘛讲到吼，过去执政党也好，还是讲吼即阵的这在野党，还是即阵的执政党啊，即阵的这个在野党吼，其实拢伫咧起落的这个时阵吼，拢有一寡这个无共款的思考吼嘛，提供吼观众朋友来去做一寡参考啦吼。啊，所以今日非常感谢4位来宾来去做一个题目的这个讨论啦吼，咱嘛望讲吼食品安全吼嘛是爱守好势啦吼，啊嘛希望大家拢真正健康啦吼，感谢用心的美食馆，咱后礼拜再会，感谢多谢。